我们今天的聚会很棒啊！我们今天有一位弟兄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见证。我们刚才听的杰恩的分享，那这位要来分享的呢，是我们今天的司琴简维婷。那他在我们教会很久，然后他也在这教会当中有很大的改变，包括他个人改变、他家庭的改变，还有他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。那牧师邀请他来。2个礼拜前我邀他，不是2个礼拜，上个月，就是临时叫他上去分享，他完全准备不出来，所以我就用问答的方式，我问你答，但是那一天的分享在国中的主日学当中，让很多的国中生很受到激励，所以我说好，这次让你准备久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就欢迎维婷，来到我们当中来见证分享。不是，我不是害羞，我是害羞脸红，我是突然感冒，刚刚突然感冒，刚刚才感冒的，很奇怪啊。好，那我要分享一下，可能以前大家都有听过我的故事，但是现在我会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，对，一样是生命的故事这样。好，在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我妈妈那位，因为贪小便宜，然后为了圣诞节的礼物，然后把我们小朋友都带来教会，然后就带来教会，就懵懵懂懂的参加国小的主日学，然后我们就一样唱诗歌，然后听主日学老师讲圣经故事，一直到国中。当然国中的话，个人就是才算是刚刚开始懂事的年纪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生活的重心，无非不就是家庭、学校和教会。那我父亲是位生意人，所以我们的家并不像一般的家庭有着稳定的收入。就像杰恩刚刚讲的，当然，所以心情也随着金钱大起大落。因此，金钱的利害关系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家，严重到破产、搬家、讨债、信用什么也都全部都破产。但因着庞大压力，父亲也变本加厉的酗酒、谩骂，甚至闹事。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小，但这样的举动和环境深深的影响我，所以我无法理解我的父亲，对他更是充满着愤怒和恨。母亲经常流泪为我们祷告，为我祷告，为我的父亲来祷告。所以在多次我想和父亲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，都是妈妈的爱安抚了我的心，并告诉我上帝爱我，这个家是上帝在掌权，并不是你爸爸。然后呢，妈妈也是依然就带着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也参加了学青团契，认识了许多哥哥姐姐们，也认识了音乐。教会的音乐深深的吸引着我。对于从小就没有音乐底子的我没有音乐底子哦，我刚是弹钢琴，我没有音乐底子，竟异想天开的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。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挫折，也遇到很多的伤害，就带着幼小的受伤的自尊心，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就跟他祷告说：我真的很想用音乐服侍你，请你给我机会，请你给我机会，然后给我能力。然后我在国3那一年，那个考试失利，然后重考又不太理想的情况下，然后我就去到厦门，我去考上了厦门的音乐学校。严格说起来，是因为台籍有优势啦，对啊，就是随便帮我考一考，就莫名其妙就进去了这样。然后这个学校让我看见了什么是音乐，我的同学、我的老师，个个都是音乐，到处都是音乐。这是一个我从国小就是一般的学校当中，来到这么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所以上帝我就那时候就认定为上帝是如此的奇妙。我知道，我也很确定这是神给我的机会，因此我格外的努力，特别是在音乐上的学习，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和人际关系，都需要透过很大的努力来调试和面对。那我的父亲也必须台湾、大陆两地奔波，甚至经常去外地出差。而我的高中生活就是在没有父母的督促，没有人管理我的生活，或许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
很自由、很自在的，没有父母可以管，而我却要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，自己去面对所有的问题，强迫学会独立。但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在学校，我从最基本被嘲笑开始学，学到后来居上，学到写曲子、开音乐会、教学生，还参加很多的比赛，甚至得名次。直到毕业，到现在我平安的、顺利的退伍，还有即将要去美国等等。我发现这么多年来，上帝为我所预备的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。即使我们都会软弱，都会害怕、担忧，但是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使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并且翻转了我的生命。上帝的恩典当然不仅如此，在这几年当中，透过不断的祷告、追求和服侍神，我的爸爸、爷爷、奶奶、姑姑、弟弟、妹妹、阿姨、表妹和我，相继受洗，都成为基督徒。我们家境和彼此的关系，也因着信仰而有很大的改善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现在过着祝福与感恩的生活。将一些人要献给神，谢谢。简单讲了，就是其实，在维田身上真的有很多的见证。好，那他也来自一个，当我刚来这个江南教会认识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在家中真的是很不快乐。好，那也听了他有时候很多的分享啊，听了他很多在家里面的事情。好，然后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但是呢，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，他没有，虽然可能他曾经放弃过他的爸爸，放弃他的家庭，好，甚至也放弃他自己的梦，的这个对人生的盼望，好，但是因着他没有放弃上帝，好，坚持要跟着上帝，而上帝带领他的人生真的是有180度的转变，好，如今他在他的家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力，好，影响了他的弟弟妹妹，影响了他的爸爸，好，影响了他的家庭，好，能够在教会里面啊这样的看重，那我也相信在这背后，好，真的是有一个祷告的妈妈，好，这样一直在祷告，所以下次有机会也可以请他的妈妈来见证分享。好，那维婷她也即将上帝要带领她通过这个美国的面试啊，然后要继续到美国来进修音乐。好，相信对很多来学音乐的人来讲啊，他还不见得有机会能够去美国来进修。好，但是对一个从小学4年级都还没有学过音乐的人来讲，好，但是他却能够后来居上。好，我相信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在前的要怎样，在后，而在后的呢，将要在前。好，所以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处境、任何环境当中，总是要对上帝有信心。跟旁边说，对上帝要有信心。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你失去了这样信心，不管你在前，你可能马上就在后；你在后，可能还是继续在后。但是当你对上帝有信心，你在前，你会在更前，在更前。而当你在后的时候，上帝会帮助你后来居上，一步一步的来赶上。所以期待我们真的是从维婷的身上能够再次得到激励。我们再次用掌声来谢谢维婷所带来的分享。